体是文化的基础，人、时间、空间相互交叉，经过百年，建立人文传承。客家人跟其他族群共下写出一段台湾精彩的多元族群文化历史。台湾那块土地就是我们表现多元文化的舞台。在中华民国100岁的时间，跟时间绑准100年前，我们对语文出发来看我们那块土地，来就是有关台湾100年史文的故事。来学到世界的大爆炸，是历史的大编剧。中、美、英、苏来到同盟国，迎接2次大战胜利的同时，台湾人又遇到改朝换代的转变。儿童时代是日本日本时代啊，读书而且是刚好就升青天白日的国旗啊。梅花满天下，越冷越开花。虽然今天我们都受异国的教育，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必须要牢记着我们是哪一国人，哪一种花最能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呢？战前、战后的台湾，在日文发展的路上，嘛出现传承的危机。提来改变改态的时代，在文学上做得跟来的经验连接起来，还对后代人产生影响的，就是吴楚留所写的《阿西亚的故人》。正常的国家哈，文学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了。而且台湾的不正常啊！我知道这个钟理和钟兆正他们这些人，啊，甚至我也认识吴浊流，我都不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这一段日文的文学，所以这个台湾文学是很不幸的，就是断代，日文时代跟中文时代，唯一有一个桥梁可以这样连起来的，就是只有亚细亚的孤儿。这是这本书。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我想钟兆政、李乔都是，他们都受到他的影响。从陈映真到黄春明的乡土文学，也一样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乡土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就是对台湾这块乡土的感情。那这一点我们在亚细亚的孤儿里面看得非常的明显。吴楚留，新竹新埔人，1900年出生。小时节从来佛乡同读汉书，受形式教育，改后写汉诗。新的概念，他家很以铁血诗人。吴楚留先生日本时代是方个毕业。就教书咯，教日本书。日本人的独学来学教史册，近万年，买了到台湾人教研，一开始就白了，吴楚留当场出来，哪里个白了？慢的。吴楚留面对日本人的侮辱，一直有强烈抵抗的想法。1940年，伊因为日本军事后辱骂客家腔的台湾先生，迁到石头路。1941年，伊替中国南京担任台湾新报的记者。这时节也写作风格跟当时台湾文坛前辈杨奎那等人显面无相同。杨奎哈，他有很强烈的闪动性，
这是这种就积极的一种反抗，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吴浊流跟杨奎是相反的，因为杨奎呢，你恰恰的用来关，但是这个吴浊流，他不愿意这样，因为你给他关系刚我嘛不爱啊，他就默默的写，就藏起来，哦，一直不急于发表。吴浊流暗烈的个性，来自家族的抗日经验，从小也讲不是因交代，所以伊一直记伫心肝肚。189年，我们的吴家比少的比日本人来啊，少的因为外加比有一个主公啊，去参加个共产党的抗日，抗日，跟住晒抗日，全部被朝阳枪。所以黄信公佢讲台湾人啊，是这样的龙毒的雕像啊。龙毒的雕像，因为台湾是个孤岛，你要最后这样的日本人我请一次行那样的所以要买样神发电的就讲莫违反这规矩忍辱这么负重呢，讲是纳税啊，你是审判纳穷税之后所以他一直认为台湾人的审判就会那样。老实说，在解严以前，我们还是一样包括我从小真正的民主蛮自由啊。1949年，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在短短1-2年内，有超过100万的外省人驶入台湾，改变台湾社会的族群结构，嘛加添语文发展的质变元素。在那时间，吴浊流用特殊的文学观念记录台湾人的命运，引用乡校的植物、台湾脸口、无法各位特性，象征台湾人唔向命运低头的软性。不过，记到喺1947年发生228事件。记到1958纪念那些事件，国泰末期6年那些，其实写出无花果，嗰系算动勇敢的对嗰系希特来讲伊咪可能干到白色恐怖时代也可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杀头恐怕也要坐牢啊。但是吴浊流认为说，我要把这个东西留下来见证。50年代，在当时政府的主导下，所谓群众文艺、反抗文学、反映中国故乡的文学作品是主流。在畅销报纸跟出版社的环境下，台湾本地作家写的作品无赖定，还要面对思想管制的无自由。在那充满各种政治禁忌的语文环境中，本来华语就唔係貼好的台灣本土作家，慢慢的消失，一直到1964年，吳浊流為本土作家打造一個創作舞台，而拿出棺材本發行台灣文藝雜誌。吳浊流先生，伊拍呢個雜誌係台灣已經還冇因為寫文章嘅佢一篇第一次有機會集結起來，是呢，列出吳浊流先生。戰後一直台灣兩字就是禁忌，你做唔到講台灣兩個字。台灣文藝登記證發不出來，你就不能辦。那應該試試看啊，向內政部登記啊，申請登記啊，申請登記准了，台灣兩字通過，這是。当时来讲也是不可思议。1925年出世的钟秀珍是桃園龍潭人，伊嘛是先生。伊在光復後3盲練習報破幕。1951年，伊開始投稿。鲁冰花是民国49年写好，
投稿投到《联合报》林海音编的《联赋》，开始连载。好高兴哦！战后第一部文学作品的连载，没哪一第一部，所有台湾文坛中文纯文学作品的第一部。一出写作的钟小珍，是当时唯一有作品登上报纸上的台湾作家。60年代中期，伊发表台湾100年来第一部太后小说《台湾人三部曲》，成为文坛的典范。46期，最后差不多。 60年代以后的台湾，接触到国际流行的现代主义思想，产生现代文学。来群作家由柏先勇、陈玉熙、王文兴来等人，也在文学观念取代50年代的反共、怀乡文学。跟人比起来，吴楚留跟钟小珍的台湾文艺，就像细细跑的火，透过实力文学奖。 3万肯成后生作家。我记得应该1966年提出颁一个很多台湾文学奖。1966年、67年两个都佳作，68年第3届我拿到提成了台湾文学奖。1977年，吴楚留过身后，钟小珍。 李寇来等人先后接下台湾文艺的重大任务。虽然经过几多摆改版、几多坎坷，台湾文艺一直发行40年，做得讲是100年来台湾最长命的本土文学杂志。台湾文学史上有南宗、北宗的讲法。北宗是钟小珍，南宗就是高雄美浓的钟理福。跟现代主义比起来，简直太农民讲法的钟理福，做得讲是这个时代最特殊的文人之一。 农民文学加个发展起来，所谓社会主义为背景，安尼往往要所问的，应该讲纲领指导，也就是讲有一个人的思想上的指导啦哦。钟理福先生讲的作品哦，唔系安尼哦，佢真正咧，佢系农人哦，像佢你讲嘅历山农场哦，佢真正佢自家不加有参与哦，佢从个一个荒废嘅田地来种咖啡。 吼，其实真正嘅成法做嘅，啊，佢表也成功都有冇講，買呢啲乜嘅無產階級嚟推演咯，乜抗暴沒有？所以講農民係用嘅想啊，農民用嘅戀愛，農民用嘅孤兒咧，農民用面對苦難，佢都直接寫出來。所以講佢係非常真正嘅農民學。1915年出世嘅鐘理福，跟其他共時代台灣作家無相同嘅地方。 就是伊喺戰爭結束前，是喺中國生活過，所以伊無對日文轉中文的語文適應問題。當時共鄉結婚係改大嘅禁忌，鐘理福帶定也情人從台灣出走，先到滿族國建立家庭，後來又徙去北平。 過去結婚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咪嗬，嗰時而家地位有幾千重要嘅話，如果愛相信愛自己嘅愛啊，愛將依照來啊做事情來行事啊呢，也就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嘅自由戀愛嘅一種思想，其實也就算過前衛嘅想法呢。 鐘理福喺中國生活嘅時節，就已經出版充滿批判色彩嘅中文小說集《夾竹圖》。
做一个文艺创作者。钟理和对社会时事的变化非常敏感。战争结束后，伊继续伫北平，直到1946年，咱过来台湾。伊当时的日记中有安尼讲：由来，我看出，嘛感觉到以后新文艺的方向会行向一条无相同的路。国民的意识形态嘛将伫内底文学中指出，捍卫固定那条应该行向的路向。伊是宣传文学呢，也是报国文学呢？回到台湾的钟理和，戏片又行起来。1947年，伫台大医院出院治疗。伫片场上，引用延毕体育台上记录台湾作家伫228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伫咧白色恐怖咱开始的时节，算是先生又是朋友的兄弟钟孝东，跟好朋友邱连球连续本人留起来冲杀。过后，钟理和的文风改变，但是唔係以自家意見的宣傳，也係報國文學，係開始真真實實關心自家腳下土地的文學。鐘孝東、邱連球就因為不如今天的共產黨，是兩個人都被槍斃啊！鐘理和當時同伊人其實係同條線啊！但當鐘理和不偏在醫院咯，才叫為那個生死掙扎，所以反而逃過一個艱難啊！逃過一個艱難。當然戰一個事情發生過後，以前嗰種那個寫社會批判。對社會不平的那個批判，對那個制度唔好的批判，也對一個文章就寫唔得下咩？嗰種你話我轉來唔寫的東西，社會批判的事情唔做，就開始關懷自家生活的一個土地。在台灣這個因為有鐘理和這樣的作家出現啊，所以才影響到後來。慢慢大台灣的作家這個強調我們台灣鄉土，所以他雖然是陰柔的，他沒有喊口號，他也沒有說要怎麼樣革命啊，什麼都沒，但是在這個默默的當中影響很多作家50-60年代，當時的作家做得講攏有自家的職業，但是鐘理和唯一的頭路就是寫作，因為安尼收入無穩定，顧唔到家庭，乃係伊一生人最大的遺憾。當時對鐘理和鼓勵最多的，除了長期介寫信的鍾肇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林海音。林海音係苗栗頭份人，伊最有名的著作就是《桑南舊事》。1953年到1963年間。伊擔任聯合報的副刊主編，對現用本土作家優秀作品有巨大的貢獻。從1920年代賴和建立台灣新文學的基礎以來，吳濁流、鐘理和、鍾肇政帶頭作家。規律的腔下，堅持理念，就算唔係主流價值，無發表的空間，仍然係善忘寫作，希望擴大影響，培養後生。到1997年，台灣文學總算成為大學的正式內所，行入學術天堂，仍留下最重要的精神資產。一起打破，再將你我用水調和，重新和你重新再做。
在讲过去60年代到70年代，来世界电视开始主导台湾人的娱乐。当时最受欢迎的群星会是娱乐综艺的代表，来嘅节目主持人甚至是台中董事人。除了制作节目，伊嘛写过多有名的歌词，像《意难忘》、情人的王夏子、榕树下，来到拢是歌19拢有人唱的歌曲。因为韩战跟越战的关系，台湾是美国替亚洲地区重要的战略防线。台湾出现许多美景酒吧，西洋音乐就安尼入来台湾，对当时的后生人来讲是流行进步的象征。那我们上初中以后，因为学英语嘛，那就会听一些那时候的美军电台啊。那时候我们歌词其实是一知半解的啊，可是他们的音乐性会让就是很容易接受，像年轻人啊很容易接受。那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有美国的排行榜啊，我们同学们大家都倒背如流了。我就会站在门口听，对面在播放，他就会放一些西洋音乐，电器行。我想，这歌好听哦，就会跟着哼。我6年级的时候有听，Carol 有，哦耶耶，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歌。去西洋日本文化冲击台湾的时节，国际时区嘛发生变化。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在1年内就无限27个邦交国。最大的打击是在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对1979年3月初1日起跟中华民国断交。翌日，也就是台美断交日，纪念部的林怀民的圆满无锡，在假日替拜演出新出《我也享受我也歌》的，来也结合族群关怀、感动人心的舞台上，有一条吴胜之创作的客家歌《无言》，本大家认识到，长期以来唱作的出现在庙屏上、戏棚等的民间歌谣，嘛做得登上主流舞台。就因为谈到吴胜之的无言嘅廖书国诶，想讲哇，客家歌做的用按样的方式来写吼，我开始写客家歌的，因为吴胜之的关系啦。大家晚安。好，我唱的这首歌呢是这个，万一有不小心有 mistake 的话，就是今年的最新版本，因为这歌是我写的啊，怎么唱都对了。我唱这首叫做《你的歌》。原本唔係當時唯一思考自家嘅土地文化及拉嘢嘅團體。1972年，楊賢喺台北市中山堂舉辦現代民謠演唱會，發起現代民歌運動。1977年，喺陶曉清來等人嘅推動下，創自家嘅歌嘅大眾民歌運動開始喺國泰專演校發展起來。這樣的一首歌。施孝柔。那杨璇那个时候他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全部都是他邀请的一些朋友。上半场就是他们也是在唱那些他们喜欢的外国的歌曲。那下半场呢，他就集中就发表了
余光中的诗谱成的曲，啊，那一场演唱会我很感动，然后就把杨璇的演唱会的实况，我征求他的同意，然后他就借给我1卷卡带，那我就挑了几个歌，就在我的节目里面播出。就说近代的原创音乐，我觉得就是民歌运动开始，因为有大量的应该说是知识分子投入一个音乐创作的这个行列，不管是唱也好，还是创作也好，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音乐的起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归的老友是我同伴。来自花莲的叶家修，也作品《乡间小路》实验中的分数后，阿婆的平湖湾当时非常流行，是民歌精神的代表之一。把锄头在肩上，不同的歌声在荡漾。民歌呢，它就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出发，得到很多人共鸣，因为欣赏的角度也不一样了。大家喜欢听的是，就会感觉到说，哦，你爱会唱的是any 起价嘅现法，起价嘅想法啊，来。你想嘛，该东西让他想个共融，然后他就有共鸣了。这个时候就是真正从民歌开始，我觉得我们的歌呢开始变成一种，不是纯粹唱一唱的，而是唱了会哭的。其实民歌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死的。那任何的一个时代的歌曲，在经过了历史的沉淀以后呢，它都可以某一种程度的代表那样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自己对我来说，我很开心的是，当年我在媒体工作，有机会认识这么多有创意的很年轻的朋友啊，跟他们结为伙伴。这个所谓的民歌运动吧，对于台湾的流行音乐最大的影响，就是让很多这个就是本来跟唱片这件事情不可能有关联的人像学生啊，或者是这个他们毕业之后，自然而然因为民歌的关系，就进入了唱片这个行业。因为其实这一段因为就是参与的人很多，包括创作的，尤其是创作的人才非常多，投入了所谓的音乐创作的行列，我觉得才会造就我们8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我们所谓音乐产业的繁荣。好，我们觉得90年代是一个最高峰。在民歌流行过后，西方的热门音乐悄悄流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五色旋风罗大佑。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罗大佑是以前在台中念医学院的时候，也在乐团表演做 keyboard 手，他就是比较有一些内容，想要说一些话，而不纯然只是娱乐不纯只是说就是说听听很好听或者什么，他会找到一些比较需要想一想的话题了那对，就是他的方式，就是罗大佑，因为创作其实很个人。其实音乐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它进来的时候往往是不知道的。对你说你是无言的话。前2年推米期，台湾经济成长，工业取代农业。都市化造成乡村没落，
在那种环境下，台湾经过乡土文学论战、民国运动，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土地跟社会意识。在整个70年代，台湾都在面临这个寻找自我、寻找现实的。从退出联合国、保钓运动到78年的台美断交，整个70年代其实是有一种变动不安的，因为过去是大家相信大中国意识嘛，所以到70年代开始，好像那个东西虚幻东西不见了，开始重新寻找自我的命运，这个岛屿的命运。那所以罗大佑的确是反映那个大时代的思考。所以我就是说，80、70年底那段时间呢，在台湾其实是个，我觉得台湾是应该是有史以来是最风雨飘摇，然后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年代。我相信那个年代大家都已经忘记对我们心里的创伤到什么地步。我想现在我们想到罗大佑的出道的一开始的那几年，从1982年他出版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然后1983年出版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1984年出版《家》，接下来就是一张现场演唱会的实况《青春舞曲》。他在他的出道的前3年，一共只出了4张专辑，而且其中有1张是现场录音实况。然后他就远走到美国去啊，他的黑色时代也就结束了。但是这4张专辑曾经替台湾的流行歌坛，或者说是整个华语世界的流行音乐带来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我一直都觉得，我也常常这样说，就是罗大佑他是让中文流行音乐、中文流行歌曲啊，从天真走向世故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你看他那个知乎者也，就是他虽然有哆来咪发嗦，就是有谱在那边，可是他的那个旋律的走向的跳动，跟我们讲话很生动的讲话的语言是很接近的，所以表示他在音乐这上面花了很多的思考，跟文字的运用，跟音乐的结合，音乐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说话的那个方式的结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结构上面，我觉得罗大佑是做的最好的。他的音乐加上他的文字加起来，简直就是很大一个大炮了。就在当时社会那样子的情绪跟那一种时机，他的音乐是真的叫震撼人心。所以当时其实影响很多人，那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知识分子受影响很大。包括我们这一行就是做音乐的人，大概很多人早期都是听罗大佑的音乐，因为太特别了。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在台湾农村渐渐都市化。政治上由概念行向概念的社会转型期，罗大佑带领无数的年轻，改将唔伤人的样式，但是伊对土地跟人文的关怀，透过音乐表达出来，也歌曲跟一生反骨的形象，已经成为这时代象征之一。除了音乐，百人年代台湾天阳也展现新的面貌。百人年代咱开始的新天阳风潮，虽然时间唔会过长，不过出现台湾100年来 TV 国际级的大导演侯孝贤。战后台湾天阳的发展，跟时局变化密切相关。好罗天阳在50年代以前十分流行，现在国语政策的推行，才渐渐没落。台语片有它这个很特殊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位置吧。
因为当然第一个就是语言啊，因为我觉得透露出蛮多就是本土或在地所谓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台湾人的一个这个生活文化和历史啊，那台语片留下很珍贵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尤其凸显就是你知道台湾到60年代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国民党政府比较是一个高压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尤其对这个语言的政策吧。是以视觉娱乐为主，市场为重的制作环境中，天然的艺术性并没受到人重视。在新电影之前，我进入电影圈的时候，那时候拍的电影大部分都是武侠片，然后来就是动作片或者喜剧片，因为所谓的那个社会写实，自然就会碰触到社会一些现象嘛哈，所以大家不自觉的都有一种自我约束，所以电影的类型是比较少的。80年代初期，侯孝贤、杨德昌、郑宗祥来撇新生态的天然工作者，开始关心台中的生活环境，创作的题材表现出真实的社会现象，来种改革的风潮，促成台湾新天然的出现。1982年光阴故事启用了4位所谓新锐导演由中央电影公司所策划，主要是吴念真跟邵野陶德成几位开始策划这样的东西之后，逐步也吸引到国内，尤其是以前不见得很看国片的年轻观众族群，开始重新对国片产生另一种文化的寄托跟认同。68年以后，到71、2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回顾那段社会的氛围，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社会极力的想要蜕变，因为包括文学的这个部分，就包括很多的本土的文学的作家写了很多的东西。那么拍电影的人是很敏感的，所以当时一批的导演开始在自己的生长的环境跟土地里面去找寻素材，这就是新电影的那个形成。侯孝贤是梅演人，也就是所谓的从山客。以1947年在广东出生，后来全家驶来台湾。是南部最大的一个城市嘛，因为离凤山很近，差不多以前我们坐公车差不多20分钟就坐到了，以前我们都骑单车来上学嘛。侯孝贤退伍過後，本來在電子公司上班，後來考入二專洋鐵科。1973年，以擔任旅行導演，深入前線界的創舉，來係以踏入電影界的開始。應該說我在當兵的時候呢，我決定要從事電影這個行業。因為我當兵的時候也每個禮拜天休假都去看電影，有時候一天看差不多趕4個片子。所以我決定我退伍以後呢，不管我有沒有念這個電影學校，我都要進入電影這個行業。那時候還沒有概念，是喜歡電影。侯孝賢十分重視人的感覺，而不是拿自家跟隔壁鄰舍的生活經驗表現天然創作，來種反映真實的人文風格。喺1980年推出，
台湾新天阳的特色。因为我们所有呈现的东西不可能脱离真实世界，你这样说，你没有这真实世界，你怎么去创造另外一个？这个基本上都是真实世界，只是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会看到会延伸。其实所有的荒谬的或者是所谓魔幻什么，全部都是从真实世界来。 48块啦，48块要来钓啦，48要来钓啦，是。阿毛，你有想要钓无？得写呢要来钓啦，偌济啊？拍风柜的时候呢，剧本都写好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拍了，因为以前剧本写好就可以拍了。后来就是朱天文，他听我这样子转述以后，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就拿一本小说给我看。 啊，这本小说呢，就是叫沈从文的自传。这本小说，我看了这本小说以后，很奇怪，他也是直觉。这本小说有一个观点，有一个 view， 有一个 point of view。它这个 view 是一种俯视的，啊，它就像俯视的这个，好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的悲伤事情，他都很客观的在看着，然后有一种胸襟。 我记得我在拍风柜的时候，就跟那个摄影师一直讲，就是远一点，远一点，冷一点，冷一点。有看过《东东的假期》吗？天阳。有，我们在那个台北放映的时候，然后我外公跟我外婆去看了，他们说拍出来好漂亮。佢讲哈，看个彤彤的假期哈，看个有嘛个想法。太高外去了。我是记得他那时候说，看完的时候说，哎呀，拍出来的屋子比原来的漂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镜头有时很长，一个镜头很长的时候，它的灯光、它的摄影、它的背景。 服装、道具，再加上人的这些演员，通通都要在一个镜头里面面面俱到被呈现出来。它必须要贯穿结合我刚刚讲那么多的元素，才跳接到下一个镜头，所以形成了它一种我们讲说电影语言上新的那个语汇。那在国外得到很大的肯定，因为国外也很少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它就变成。 国际性的导演啊， 1989年，侯孝贤的《比情丧尸》是战后台湾第一出探讨228事件的电影。那出电影得到意大利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狮奖，嘛是8年来第一出在世界级3大影展得到首奖的台湾电影。 因为威尼斯金狮奖以及228的这种竞技性题材，使得非常多观众去观赏。那这个作品无可否认也是侯导展示他全新的影像美学跟叙事美学的一个很精彩的电影。那当然，另一方面就是他对历史的审视的观点，是直到目前再翻看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作。 因为我新鲜人刚出来的时候，他那前面2年拿了威尼斯金狮奖，那我对我们电影系的学生来讲，他就是一个标杆人物，一个偶像的意思。所以他说的任何话，我们都怎么讲？当然是严格执行，这是没有后话的。
那我们就是在执行的过程要从旁观察看他的思考路径，他的思考模式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学习最大、最快、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吧，应该这么讲。侯孝贤来一名嘅，象征台湾马有国际级太桃园，来鼓励更多新生代天养工作者勇敢行向世界。咱能看中台湾百年老业天养时，侯孝贤唔但唱係台灣新天養最重要嘅代表人物，也已經成為世界洋評人共同選出未來最重要嘅桃園之一。今仔終於開始啊！愛來咧，哦，好，掌聲鼓勵一下，謝謝導演，謝謝。1987年，台灣改名，開始行向民主化。在命運共同體的思考下，多元族群文化相互認識跟欣賞，成為建立台灣認同的基礎。台灣語文發展坎坎坷坷，行過100年。20世紀末期，各種新媒體出現，幫我們體會過去的世界，有更多新的觀點、新的人物俾人發現，使人重視同了解，做得為台灣那塊土地加添一層又一層的養分，嘛做得為體驗生活的大家，創造充滿活力、美好的夜下跟未來。經驗方面是個副官，喊人莫忘祖宗言。